柠檬蒸这个鱼片。对，这个哇，这个不是那个泰式的。对呀，可是泰式的就是用那鲈鱼嘛。对，我很喜欢那味道，可是我觉得好像年纪越大越不能吃有刺的东西。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在美国这个跟年纪没有关系。老师今天是很贴心哦，他知道我都不吃有刺的鱼了哈。那用这个是鱼片了，对不对？是啊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其实呢，你都可以买到帮你去好的，因为台湾你知道我们的养殖渔业非常的厉害，是对。然后它在养殖场哈，这个鱼成熟的时候，它就是拿起来现场，他们就是新鲜，对，就先帮你做好的去骨，然后只留下这个鱼片呢？这是鲈鱼哦，鲈鱼。对，然后我觉得台湾的这个鲈鱼啊。很棒，很好。它养在海水里面，所以它就不会有那个土味啊。对，好，那你说这个，做柠檬鱼啊，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点，就是鱼呢，你不要跟酱一起蒸。好，很多人都会想说，我要调泰式嘛，你一定是要调一些有特别味道的东西，但是你跟鱼一起下去蒸，我觉得它就完全不是那样一回事。所以上面也不要放姜，也不要放葱，都不要。对，跟老师学做菜，你会发现怎么都把事情变得那么简单。老师很另类啊！好，我们来看看老师今天这个另类的蒸鱼的做法。好，那我们来这边也在煮水了哈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锅盖拿开哈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刚才是不是汆烫了番茄？也有汆烫的排骨，老师说水不用丢啦。对啊，家庭主妇都是这样的。对，我们不要太 care， 说我是不是要换一锅水？其实蒸鱼啊，我们其实要的是蒸汽，我只要蒸汽而已哈。所以我不建议说你一定要再重新起一锅干净的水来蒸鱼，我们就放上这个蒸架，啊，你把蒸架放上来，然后里面锅里有足够的水就好哈。好，那。这个学问来了哈，好，就像说我这个盘子，我觉得它是浅浅的，那我们鱼蒸出来，它会有水分跑出来，就是鱼的汁，对，那它可能就会太满了，就会跑到这个锅里面来哈，所以我们反而就要找到一个有凹槽的哈，好，那你说把鱼放上来，然后我们的一个很特别的哈，我会找一双筷子，是好，那我会把这个鱼呢架在筷子上，啊，把它架高。好，你看这样一个鱼片哈，你就把它架上来。哦，然后你会发现哈，这个作用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它等一下的它的热循环会比较好。啊，就是它的这个蒸汽不止从底下上来，它会在锅中，然后在鱼的上下，它会这样子流窜。啊，这就是 pebble 啦。对，是不是很简单？你就拿一双筷子，然后你就把它放上来。好，盖起来啊。好。那记得我们说蒸多久这件事情，请你从蒸汽上来，然后就是水煮开，蒸汽冒上来的时候开始数。哦，那个时候在蒸的时候，需不需要像我们一般蒸东西插一个筷子呢？不用啊，不用。对哈，就像说我们其实蒸鱼啦、蒸肉，它是蛋白质，然后它可能会比菜更需要的时间长一点。哦，对，就像我们刚才，比如说，你怕的是，它蒸汽太大或者温度太高，那我们觉得这样子 OK 哈，鱼跟肉我都不会刻意的去让它有蒸汽跑出来。好，我们大概要蒸个7分钟左右哈，蒸汽开始要出来喽。对，那我们现在来利用在蒸鱼的时间，因为这道菜真的很快，我们就来调酱。OK， 好，那这个酱呢，好，我们来准备一个锅子。我们这是家常菜哈，所以我们就是把酱先加热，那上桌你就不需要再去做酱加热这个动作，反正人家就一扫而光了啦。对，那为什么酱要加热？你知道吗？哈，因为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这个叫鱼露。好，鱼露呢，它就是一个泰式料理很特别的一个食材。那你就不要说我闻看看哈，你知道，因为很臭。对，当它是冷的时候，它的那个腥味蛮重，可是它加热过后就是一个很鲜美的味道。好，所以我们必须让这个酱要加热。所以我这边有鱼露。好，我把鱼露放进来。好，那你说放了鱼露之后，你还可以加高汤。好，像我这边呢，我们是有鸡高汤哈，就把它放进来。那如果没有鸡高汤，我们就加水就好了哈，因为在家里面嘛哈。可是不能捞一点那个番茄排骨汤的那个高汤吗？反正也是酸的。那如果我们刚好没有那锅汤呢？好，那这边呢，我们就给它去加热。好，小火给它加热。好，因为重点就是要让这个鱼露啊，让它从冷冷的有腥味的，然后变成加热过后它就没有腥味哈。所以我们火不要太大，好，因为太大的火哈，它会
滚了，滚了之后你的汤汁会变少，它变少咸，对，就会变咸了。因为鱼露啊，在用的时候大家要很小心，因为鱼露非常的咸。对，所以它必须是在就是我们说起锅前放啊，不要是加进去让它一直煮哈，它的味道会变重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讲很重要的东西了哈。好，你看这个是蒜末，好，还有辣椒末，是好，这个好像是很必要的东西，因为我们讲说哈3个颜色，然后这个呢香菜，来思然你们注意到，我们要讲一个很有学问的东西，就是那个梗不能丢，香菜的头，好，那香菜哈，我们以我们在台湾来说，你会觉得香菜很多很平常，是好，可是呢。大家通常一拿到这个香菜就咔嚓就把这个地方切掉。对，好，不要这样子做哈，这样子老师会打人的哈。好，我们来，我要这一个部分，然后甚至这个头的部分，我们把它洗干净，然后这边有一点点可能是沙子啦，就把它刮一刮。刷干净。对，好，那这样呢，你就开始来好，我会稍微拍一下。是，当你把它拍扁了，你会闻到它的味道跑出来。香！我吃了泰国料理之后，我就爱上香菜。对，因为我跟你说，你要做梗对，我们都把梗弄掉，我们只吃叶子啊。所以啊，你知道老师现在在教学，然后有时候啦哈，我们比如说旁边有助理啦哈，或者是现场的工作人员，非常的善良好意，看到老师买来的香菜，然后就把那个香菜头给我切掉了，我经常要去找。我的头去哪里了？他说，那个不要吗？我说，当你看到我的菜色是泰国菜的时候，香菜头请你保留。对，所以现在，大家都知道说，原来做泰国菜的时候，这个香菜很重要哈。对啊，尤其是我们做那个打抛肉，像我们上次有一个节目也是嘛，在介绍这个打抛肉，这个梗非常的重要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现在这边它加热了哈，那我就要把这个香菜，头先放进来。对，香菜梗哈好，因为要让它的味道是，在酱汁里面。好，再来就是你可以放的是这个蒜末好，蒜末我会倾向多一点。对，因为这一道蒸鱼的这个料理哈，我们说吃鱼它其实是蛮清爽啊，尤其我们用的是清蒸的这样子的烹调方式。可是你可以把它的酱做的味道很足啊，所以我会蒜头多一点点。鱼应该蒸好了，我先关火，好，关火哈，然后再来我们还可以把这个辣椒，好，辣椒把它放进来，这样我的酱就好了。好，关火。好，那你看哈，我的这个酱呢，有红的哈，然后有绿的，有白的。你看天然的食材就是就很美了，很美。你现在也要闻它的香味。有，我闻到鱼露的味道。哇，臭不臭？臭不臭？好香，好香。对啊，它就不臭了哈。好，很好 ，OK。好，那这边呢，我们来把鱼拿起来 ，OK。你看它熟了没有哈？我们要怎么去看这个鱼熟了没有哈？你就是比如说筷子啦，很轻松的可以穿透，就没问题哈。好，那我先把它拿上来。我们的鱼蒸好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就是换一个盘子，就把它取出来。取出来的时候有学问哦，它可能会粘在筷子上，所以请你转动一下你的筷子。好，转动一下，要不然呢，它就破给你看。好，那我们就这样子把它小心的把它请出来。这个汁需要吗？这个汁呢，它就是鱼的胶质了。你试看看它。好甜哦！是啊，是不是很棒？而且一点都不腥。是啊，那没有加姜，也没有加葱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鱼放这边。好，那离火的时候，我再来把柠檬汁加进来。好，这样呢，这个才是我要的味道。这才是我要的味道。那这时候我们再来把这个是香菜叶，我们刚才只用到香菜头跟它的梗，对不对？是啊，这个是香菜叶。好，那你就把香菜叶这个时候放上来。好，这样子你就放一些好，然后呢，你再把这个汤汁把它淋上来。所以这一道这个餐厅里面呢，你就去了泰国料理餐厅，必点的菜色是就在我们这个家里的厨房，就这么轻松的就做出来，真的很轻松，而且好漂亮。